我哋點樣先可以從三維淨化成多維存在啊？當你開始唔再糾結生老病死，反而會問自己，我可以進化成咩樣？即代表你嘅靈魂已經推開咗道門啦。但第一步唔係叫你即刻飛升，而係要你搞清楚三維到底係乜嘢。就係你以為自己淨係得個身體、一個名、一個身份，喺時間入面等住老。但係多維存在從唔會問我有咩好驕傲，而係問我嘅頻率係幾多，我喺邊個版本度創造緊。所以從三維到多維，第一個關鍵就係你要停止做被動嘅角色，開始主動做自己人生嘅創造者。第二步，邊個掌管你嘅能量場？多維存在唔靠肉身行動，靠嘅係意圖、共振同頻率清明。即係話，當你開始重視自己嘅情緒，就係接觸能量場嘅開始。你開始管理自己嘅念頭，就係整理創造源頭嘅時候。當你開始感受到別人冇講出口嘅嘢，咁就係打開咗感知場嘅門啦。記住呢一句話，你嘅感受就係接入多維事件嘅天線。第三步，停止模仿，開始對齊真我。三維存在靠睇樣學樣，多維存在靠頻率主權。咩叫頻率主權？就係你走入一個混亂嘅場面，都唔會被人拉低頻率。你唔需要別人認同，自己本身就係一座山。你講一句說話就可以令一個空間變得清明。呢啲唔係修煉翻嚟噶，係你原本就有嘅能力，只係暫時忘記咗啫。第四步，打開你嘅意識身體同肉身和解，唔好抗拒佢。你唔使丟低肉身，而係要讓自己嘅意識不斷擴展，直到身體再唔係邊界，而係中心。身體只係你喺三維世界嘅載具，你真正嘅本體係一片無邊無際嘅廣闊空間。你要好好照顧呢個身體，但係更要問下自己，今日嘅行動係嚟自慾望，定係嚟自內心嘅自由召喚？第五步，進入多維同步。你開始同步未來嘅自己，同步靈魂深處嘅記憶，同步此刻嘅覺知同下一步嘅行動。呢個時候你會體驗到奇蹟，但講唔係外力幫你，而係你同宇宙嘅深度連結。其實呢一條從三維到多維嘅路，唔係向外走，而係向內走，走返你嘅本源，走返你原本就擁有嘅無限之中。你要記住，多維唔係一個高高在上嘅狀態，而係當你開始對內在誠實，對外喺清醒，對未來負責嘅嗰一刻，你已經開始進化啦。你願唔願意從呢一刻起，唔再只係做人，而係開始做自己靈魂嘅主人？